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8月24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民众党给小红坡当初是瓜问题讲后礼拜就会开记者会，因为顶摆大选不分区名单起水起，指控黄珊珊北下移工所以提动。台南一个6个月大的红婴8月互姨母照顾20天，所技术因为脑出血昏去，家长即阵急期是姨母靠住囡仔。德国一个城市索林根23暗时举办庆典，所技术有民众摕刀啊乌白喷，有至少3个人死亡。因为台湾民众党最近的政治现金假小红坡，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是伫咧面册向支持者会师咧。今仔日伊出席活动的时阵表示，会讲会请台北市过技术工会来协助来查销，后礼拜时阵就会开记者会来说明。因为民众党最近红坡是真济，亲像顶摆大选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第17个人饲水鱼，今仔日就发表声明讲，伊要退出民众党，伊是指控民众党立委黄珊珊要帮助财团北下移工。民众党政治现金继续争议继续拖烧，民众党主席郭文德透过面册向支持者回示咧，因为无落实财务监督机制，是相信熟悉50年的党下李文忠爱深刻反省。而是郭文德出席民众党石博士论文讲座计划发表的时，表示查销已经完成备成，会请台北市会计师工会派员协助查核，由第三方专家机构独立稽查，厘清真相。绝大多数的会计师也不愿意淌这个浑水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拜托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就按照他们的一个制度，你知道来派人，这样可以取得一个专业第三方比较公正的一个团体来做签证。这是风波一波过一波，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也是现任台湾外籍工作者法定协会理事长齐瑞希，二是发声明退出民众党，佮指出民众党立委黄珊珊要代理财团中介法务，帮助财团剥削移工，甚至主导提案立法，严重冲击伊为移工争取权益的立场。他会认为说，如果不是这些中介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借钱给移工，那他这些移工怎么能够来到台湾工作？像这样子的一个发言，其实是相当的价值偏差的。对此，黄珊珊办公室回应表示尊重其随时决定，也不过伊所讲的组长财团剥削移工甲主导提案影响其他优先法案等指控，并不是事实。黄珊珊过去担任律师时，确实捌接受中介公司委托做诉讼代志前。不过相关案件已经经过法院判决无罪定案。郭文德也强调，但整理检讨告一段落，后礼拜会找时间召开记者会说明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进前宣布，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会伫10月13的时阵投票。今仔日台中市长罗秀燕加台南投县长柯淑华等国民党籍的县市首长，是到基隆市圣安宫妈祖庙甲谢国良相挺反罢免。不过，即阵发起罢免的国民团体是表示讲，因为这喊过的市政是呼吁市民爱投罢免票。基隆出席大汉的台中市长罗秀燕、合体南投县长柯淑华等人，二是去基隆圣安宫妈祖庙，以行动挺基隆市长谢国良。罗秀燕致辞的时表示，基隆东华商场产权争议，法律上基隆市府已经连提4连胜。谢国良因为要守护基隆人的财产，可能有人因为利益无欢喜，才发动罢免。呼吁大家出来投票，投下无同意罢免这一票。基隆的财产既然无登记在基隆市政府内底，也因此伊积极的要求讲一定爱给收倒来，安尼可能有的人无欢喜，去踏到有的人的地盘，所以有的人就是要给修理。大概还有30%的民众其实是不了解，也不知道要出来投这一票。如果不出来投票，那么国良也很可能就会被罢免成功。不过，发起罢免的国民团体佫一次表示，罢免谢国良的理由为谢国良、何所平以半暝啊破东华商场门锁，到后手一个电动机车架、人工草皮等喊过的市政，每一条拢有提出证据表达诉求。当初在接管的时候，没有跟随着法律的程序，就直接强闯嘛。那
这件事情不论最终这一栋建筑物的产权是谁，他最初的动作就是错误的。南亚县市长强调，即马罢免底限是25%，多数无同意罢免者，若无出来投票，就会互少数人将贾国良罢免掉，这是无公平。中选会顶日也宣布贾国良罢免案成立，会伫10月13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10号风台珊珊目前是以中度风台的规模挖进日本的 Osaka。气象专家就提醒民众，后礼拜若是要去日本的旅客，就要注意风台上新的动态。也若台湾的天气就要注意，因为后礼拜开始受低压带影响，水汽就会增加，天气变较无稳定，就要注意过掉了后，西北雨的范围可能会增加。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中岛各地感觉真热。不过午后热对流真旺，同以南地区甲新北甲东半部山区是出现大雨情形。也若下礼拜开始，天气形态慢慢转变。太平洋高压减弱了后，午后雷阵雨的地区会更加扩大。下礼拜3到拜5转为西南风，加方面中南部规工可能落雨。夜晚到清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这个零星的海陆风符合效应所产生的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甚至雷雨发生。也若中度风台珊珊将以每小时22公里速度向北转北西来进行，虽然未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不过下礼拜开始慢慢影响到日本。日本气象厅将预测，风台伫我日本落地时，可能已经发展真侪强烈风台。气象专家预测，从路径来看，风台直接影响到台阪甲京都地区，提醒旅客要特别注意。大概是27号、28号这2天，如果是要到京都、大阪那一带的朋友，可能要特别关注这个珊珊台风的地方。那当然，因为它在25号、26号的期间我们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它路径的一个变化。民间气象公司分析，下礼拜开始，南海季风组慢慢建立的情形，并且可能进一步发展真侪季风低压。将来台湾附近的环境会较无稳定，而且水汽继续较多，要特别注意。午后热对流可能带来一时的强风大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自去年7月份开始全面停止驻 DJ 预防蛇，到今已经满1年了。农业部防检署昨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是提交申请 DJ 非疫国的资料。但是每年通过大会审理，台湾就可能成做亚洲唯一考得疫 DJ、非洲 DJ 3大重大疾病的非疫区国家。为了防止非洲 DJ 病毒入侵，政府继续伫边境加强监督，安尼也同齐帮助阻止其他疫病。像传统 DJ 入侵，今年7月初1，台湾停止驻 DJ 疫苗满1年。农业部23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提交 DJ 非疫国申请，若无需要过补加说明，有希望伫明年5月大会时确认。申请也是不容易的哈。这1年当中，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台湾将成为亚洲唯一没有猪的重大疾病，包括非洲猪瘟、传统猪瘟，还有口蹄疫。防检署监控市场、肉品市场、运输车辆等各环节，连野外也无检出 DJ 病毒。市场协会表示，这确实是应要的代志。市场业者也拢配合自我防卫加强消毒，遵守规定，无注疫苗，这是大家共同拍拼成果。也表示将来国内猪肉供应若充足，会当转去外销。这也是一个荣耀啦！全亚洲只有我们台湾没有猪瘟而已。如果猪量过剩的话，我们有机会外销日本、新加坡消费比较高的地方。也毋过，市场协会评估，台湾猪肉的生产成本远远比不过美国、加拿大等国，所以将来外销温体猪肉会比冷冻猪肉有竞争力。农业部也表示，会继续辅导市场升级，甲屠宰场 HACCP 认证，来应对无效自由化挑战。未来也会积极推展温体猪肉外销欧美甲日本等国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向罗西亚的库斯克地区发动攻击，双方伫咧这个地区已经烧战3礼拜。即摆两边之间的交战线是愈来愈挖库斯克地区的核电厂。罗西亚是指控乌克兰暗算拍核电厂造成辐射污染，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就要到现场了解状况。因那 IAEA 署长后礼拜就要到核电厂了解状况。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进前伫库斯克核电厂区发现炸弹的乌克兰无人机，显示乌克兰正准备要攻击核电厂。对着这讲法，乌克兰方面并无做出任何的反应。俄罗斯方面为此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给因一个说明。也那 IAEA 是发表声明讲，署长格罗西要伫下礼拜去库斯克来了解核电厂安全的状况。It has raised the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 of what happens if we see a nuclear power plant caught in conflict. And this is also something that has come up around the Ukrainian counteroffensive because there's also a large nuclear power plant near Kursk, which is near where Ukraine is currently making advances. 由前苏联伫1977年完工启用的库斯克核电厂，使用石化式滚水反应炉，甲切尔诺比核电厂相同一个世代，安全性是真有问题。当时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的政府已经挖掘这个离核电厂30公里以内，表示讲电厂就伫乌克兰军队火炮射程内底。因来即阵整体战局也是拢无进展，乌克兰伫库斯克是有一寡进展，不过伫顿巴斯方面是面临俄罗斯的军队一直攻来。英国智库分析认为讲，对于泽伦斯基政府来讲，进攻库斯克因讲风险真悬，波真大。Russia has much more military personnel than Ukraine, and while Ukraine has managed to kind of stretch Russian military forces thinner, it also has to stretch its own forces much thinner. 为了要攻打库斯克目的，外界大部分认为讲乌克兰要争取更加有利谈判条件。不过俄方已经表明，就是因为乌克兰进攻库斯克，现阶段是完全未去考虑这个和谈的问题。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伫咧德国嘅西部有一个城市索林根，23暗时举办多元文化庆典，所其实有民众摕刀乌白泼，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4个人重伤，这个人是随走去。目前警方也未料到嫌犯是当咧追查当中。命案发生的现场，警方有封锁线，由相当台湾维安特勤队的武装警察进行侦查管制，同时监视人员甲法医检验现场留来货架甲其他物件。根据外电引用警方的讲法，当地时间23暗时9点半外接到报案，指出疑似阿拉伯裔的查甫人伫多元文化庆典活动顶悬，摕刀随机扑人，造成真侪人死伤。Also eine Gefahr, wir gehen von einem Einzeltäter aus, der ist flüchtig. Der hat am Stadtfest 3 Menschen getötet und mindestens 4 schwer verletzt. 虽然是雄雄发生代志，不过主办单位及时呼吁现场民众保持冷静，才无造成雄雄夺命烧炭事件。Weil wir möchten jetzt bitte, dass keine Panik ausbricht. Aber wir haben durch einen Messerstecher am Fronhof sehr, sehr viele Schwerverletzte. Und wir möchten euch bitten, dass ihr geht. In aller Ruhe bitte die Augen aufhaltet. Ja, denn leider ist der Täter nicht gefasst. Ich weiß, ihr kriegt das in aller Ruhe hin. Lauft bitte jetzt nicht alle auf einen Schlag los. 这摆节庆活动是为庆祝索林根建成650年。主办单位原本计划连续举行到这个周末，不过第23攻击事件发生了后，24甲252天的活动全部取消，因为嫌犯也搁在逃，所以犯案动机是受婚犯罪，也是恐怖攻击，也搁要调查清楚。公视新闻徐嘉仁编译。台南有一个6个月大的红婴仔8月初一开始互姨母照顾，8月20的时阵，红婴仔煞熊昏去，姨母甲伊送病院了后，医师发现疑似有脑出血的情形，家长是即期是姨母苦毒囡仔。即阵台南市社会局已经介入，甲即个家长的其他2个囡仔换姨母，因为警方是当咧透过姨母处长的监视器调查当中。消防局互人员接到报案，到这个徛街抢救对象是一个6个月大的查甫婴仔。疑似卡痰，然后我们去到现场，有发现小朋友的双手僵直，2侧瞳孔偏向同一侧，我们发现他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刚顾囡仔人通报囡仔身体无爽快，不过救护人员一个看就感觉囡仔无正常，敢若遭到不当对待，通报指挥中心，社会局接报了后，随派社工去了解，并且联络检警去这个顾囡仔人因兜去稽查。根据社会局调查指出，这囡仔对8月初1送互人照顾，20雄雄昏迷，由顾囡仔人送医急救，经过诊治，敢若是脑出血这症状，家长怀疑囡仔红液胎，调看监视器也遭到拒绝，于是报警才求助。
一直到案发3天了后，讲告囡仔这个人才提供监视器画面，予警方去处理。昨日向法院申准搜索票，保全相关影音资料鉴定分析，以厘清案情。那这案我们有提出独立告诉，后续如果经查证确实有违反《儿少惩法》第49条的情事的话，就会依同法的第97条裁处行为人6万到60万的罚款。囡仔手医院伫边接受治疗，有涉案这个顾囡仔人是台南市登记特约人员，除了照顾这6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以外，也有顾另外2个囡仔。台南市社会局已经协助家长安排转互别人顾，也转已经进入司法调查庭书。那顾囡仔这个人违法，也依照侦查结果进行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警方调查一个诈骗案件，伫咧今年5月时阵抓到一个还未成年的车手。落尾按照线索，23的时阵抓到18岁的主要嫌犯，发现伊是专门吸收少年人做诈骗车手。另外，伫咧屏东邦寮分局调查一个投资诈骗案件，是抓到4个嫌犯，发现其中1个人也未成年。屏东警方出动，甲小客车前后围调的，要求车内3个人落车。甲这一名车辆围起来，现场逮捕车内的3个人，其中1名佫是未成年。因为较早的时阵，警方伫嘉东乡的一间超商加做店员，查到当咧和被害人交钱的另外1名嫌犯，顺线抓到这名的3个人。诈骗集团啊，能持续与被害人联系啊，并要求被害人再处置180万。本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啊，指导被害人与犯嫌继续联系啊，并将车手诱出啊。警方表示，受骗的民众是经过介绍加入去投资的网站，对方要求处置地当趁钱，7、8月陆续汇款，含到207万了后，想要结清领钱的时阵，户头煞未当领，发现可能受骗，所以和警方做伙抓人。台南警方嘛抓到诈骗集团，其中李姓嫌犯佮甲厝内门牌挽掉，想要闪撇，警方的追查。李贤竟将藏匿处门牌拔除，企图规避混淆警方追缉，浑然不知远警早已锁定并埋伏多时。台南警方是伫咧今年5月抓到1名未成年的车手，继续侦办了后，21号抓到今年多满18岁的屈姓主嫌，伊专门吸收少年人做车手。专案依照早期洗钱防治法等案移送检方侦办。记者李小文、赵冠综合报道。虽然108课讲保障学校有本土语言课，不过袂少囡仔干那想要应付尔，有的老师就加气心劳命。有母鸡团体成员分享家己教课的经验，加教案的设计方式，希望大家做伙研究，求进步，互囡仔对台语产生兴趣，提升本土语言课的效果。好，即马本土语课1礼拜40分钟，有的课本上课才本落，下课搁收回来，有的搁甲班。所以等拢处理好，差不多5分外钟，搁了伊啊。虽然国家语言发展法甲108课讲保障学校一定有本土语课程，但是时间短、节数少，社会也无重视。真侪学校的本土语老师讲，囡仔因为安尼无愿意学。华语家庭嘛，生活上无迄个机会通我有机会通我讲，所以有诶听无伊就做伊家己诶代志。即摆囡仔讲台语的。情形并无足普遍，父母若讲无咧讲吼，因可能因讲的机会较少。我的囡仔拢无要讲台语，所以我嘛是感觉真头疼。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的尤派启伫国校啊教4堂台语课，伊发现台语课若结合实践话题，囡仔就真有兴趣上课。尤派启也开课分享，予其他的老师设计创意教案。进前迄黄仁勋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讲伊啥一直伫迄本国也是国外的记者头前一直讲台语，一年就是较济袂了，较爱耍，所以你的课的设计就是爱较活泼，较济叮当的吼。国中了后，因开始面对家己的人生，可能有一寡嘛有一寡。可能想要恋爱迄款的吼，所以讲你要了解因的心理，佮介意流行这个部分。尤派启讲，以人本的理念设计课程，为囡仔会较多出发，思考啥款内容会吸引学生仔的兴趣，愿意听课学台语。尤派启讲，安尼老师就免加设备，囡仔对台语也学了开鼻。记者郭炳柯、明哲台北报道。新竹县江南乡农会今仔日举办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互民众哪算哪了解当地的特色食材。现场也互民众动手做爆米香甲红菇粿，佮邀请150位民众做20公尺长的寿司。
100多人做伙做醋饭烤，现场热闹滚滚，还有真侪家长专工带囡仔第一摆体验做醋饭烤，把趁机会教囡仔珍惜食材。做这足趣味的，啊，回去了后嘛会使学了要怎做，啊会搁较珍惜食物，后盖会搁较认真食饭。自己该吃的饭自己决定要多少，然后适量的饭跟自己要珍惜每一口的食物。新德馆拜六举办食农教育活动，现场除了有醋饭烤以外，佮设计真侪体验关卡，透过趣味的活动，让民众更加明白稻米的栽培过程以及营养价值。我希望大家体会农民辛苦的所在。活动里面也有针对我们各种稻米的特性，去做一些寓教于乐的说明，多吃一口饭，珍惜食物，因为现在全世界也非常重视粮食存量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办理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用意。活动现场有爆米香体验以及红菇粿制作教学，无论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透过食农教育活动来学习农业相关知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台湾各地头平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状况。那北部地区要注意高温，而且过昼了后，西部地区甲一寡山区有局部会短暂雷公雨。那后礼拜开始，台湾受低压带影响，天气变较无稳定，民众就要加注意。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华岛地区26度到31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呢，请继续收看《青春台的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